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呢，同大家来共同研究一个客家白话语文一个由口传讲古的方式，变成客家白话文，再改编成戏剧文章，同时录音课文一字一语对照录音，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个参考。一个今日所讲的呢，就讲在发生在1956年嘅时间，在宋吉不了嘅廖一兵先生讨价嘅时间呢，不头今天讲完系以后呢，总乡亲就定是点时么，这个叫不了相当有人嘅，等那个就讲咗得同普通嘅故事，本大家嚟做嘅欣赏，了解有300年之久嘅客家嘅色彩嘅老故事，本大家嚟聽。我將本文呢聽嘅以後將本文託本大家嚟做個參考。本文頭擺有一個人名安多阿德，兩個人通常時間都係在街一行，出上出下冇事做，但是也或許係一定話，也可以講得唔係佢是猜嘅人，全族人也唔係佢相信佢，有人當出頭，就捉到人物卡去了，拄好兩家人ใน心口，將菜當做菜飯煮好味，以後將菜變在餐廚嘅行，見等頭家過來食。兩位阿弟人人就本記頭看到餐廚嘅肚裏變嘅係麥嘅菜，佢行前來就將手中拿嘅碰筒嘅來碰一下。就講砰砰砰砰砰砰，炒嘅蘿蔔角，變在餐廚嘅角行空嘿嘿，真準咯！得要再碰一下，就講砰砰砰砰砰砰，炒嘅眼前變在地動行空行空都係本意碰到真準。兩個事情本頭家知得嚟以後，也係佢唔相信，就問佢聽日再來碰看那事咧，係唔係有人安排？同時講，假設碰嘅準，就本阿得實聽日阿得醫藥也來到位，嘅婦人家。事前就將伊炸嘅豬油炸變到好勢，變在餐廚嘅嘢塗上嘅度裡，得來以後，就將伊鐵子嘅碰筒嘅拿來一碰，講砰砰砰砰砰砰，唔見本日炸嘅豬油炸，空在塗上嘅。香港得讓安慰真係準。佢婦人家就將佢台灣講嘅豬油炸，用台灣講嘅豬油炸搬來本地食，得根本是行油呢。自從都唔食過豬油炸，兩下以3口做2口怕話結槍，3口做2口怕話結槍。當然食過位以後，佢婦人家真想到，人豬油炸冇參養，死了以後包記太下吧。嗰一趟冇錯，得嘅都市就一層一層見滾，得就見行見客戶大嘅。走到自然嘅時光下來，是
由于阿弟做个客嘅，行去愈来太马鼓上，将主人下嘅竹马吓到，跳落竹市口嘅肚里。阿弟俩入後果，也係佢照顧動嘅人，也唔將上面嘅事情同頭家講，安尼阿弟就轉歸屋下去嘅。到位日頭落山，團午嘅時節，主人愛來餵竹馬，主人下一看，竹馬唔見去咧，全家人都變成點贊火。將屋前屋背침上침下，大家침到不死，最後伊嘅心球真相當，係唔係像阿弟拿碰痛嘅來碰一下看底嘛，都連出發，好話就去隔壁莊，像阿弟來吃看那嚟。所以就吩咐兒子喊阿弟來，阿弟記得苗頭家吩咐人來，請佢去碰竹馬嘅下落。而家在意嘅講，我平常都係出街嘅人，我哪有辦法？全莊嘅人都鄙視我係出街嘅人，我哪有法度？阿弟本人三要求、四要求，客嘅一作，碰痛嘅人啊，就窮下去嘅哦。初下來到苗頭家嘅屋卡時，將碰痛嘅揸是屋前屋背見碰，後來杜斷陣，就來到主人下連碰三張，砰砰砰，砰砰砰，砰砰砰。唔嘅竹馬跌落在竹市高嘅巷，安尼話，主人遵照指示，緊將竹市高嘅蓋打開了一看，果然望唔出，攞竹馬撐到半條命，滿身都係竹絲，寸頭兩蕊木竹，見變拍，主人當見到。喊人將竹馬講起來，同時一再感謝，好在阿弟倆個碰痛先生，真係白，所以一個名聲，讓我就一傳十傳百，名聲嘅下位傳遍呢幾下位莊頭。後來有一日將頭前嘅消息傳到皇帝義公肚裏來。拄好同皇帝講口父，一個名安多蛤蟆，一個名安多lap怪。一旦兩人以前同阿弟有唔拄好過，一旦兩人倆下上街跳，愛來害阿弟碰痛先生，此看那裡阿弟嘅碰痛嘅係咪有樣暗病？假設模樣來騙到皇帝，這世界脾氣會凶狠，莫打42台板絕對唔會來實施。所以蛤蟆立怪一連兩個人就將皇帝嘅肉印偷來綁在竹頭坑裏。第二日皇帝發現肉印唔見去了。緊問祖神有相有人看到嘛？大家都係講冇看到。最後蛤蟆立怪兩人就獻計同皇帝講啊，皇帝，一個縣下苗莊頭有一個碰痛先生，碰痛嘅拿來一碰就能治下落。皇帝以前也曾經試探過。倆下不妨一試，所以皇帝就降下聖旨，命令蛤蟆立怪佢哋兩個人趕口來到鼎鼎有名嘅碰痛先生屋企。當這兩位趕口嘅非常高興，
两个甚至就来到碰同欣赏物价，后现归乡，献出甚至本阿德。阿德虽是两脚落地一开，松鼠接来一看，惨！千年木竹皮紧缠紧跳，原来就是农家神针，大火临头的。阿德免夹枪，脚踏紧准，唔得一样嘅，唔是又做唔得，是又唔得好碰，所以面对石头也去。阿德也将手，上个桥，阿德心肚里面对以前所讲，未卜先知。原来就是先头看以后所的，掠下养得上是蛤蟆立怪两个人，根本过度皆没完善，一路清凉严口，严到阿得爱唔得。经过行的一站路上以后，拄好路边有后唔同，阿得暂时同情佢哋两人嘅辛苦。喊佢哋两人停下來轉擺一下，休息一下。阿德心中係樣嘅困苦，唔是講大家都係知得到。所以阿德坐在樹下嘅石頭上，看到梧桐身後都可有一隻蛤蟆同一隻lap怪，飄飄乓乓，潮來又潮去。阿德看到嘅情形，真係觸景傷情。就此言此語多談講啊，掠下嘅困境啊，掠下嘅環境啊，蛤蟆唔是lap怪嘅皮也會溜嘅。當日機會一出，馬上就傳到兩位港口嘅義工隊裏去。像是一件殺到一人兩個人的心肝一樣，大嘅觸驚起來。阿德碰同先生，頭都講嘅係乜嘅啊？憑良心講，阿德也係填表迄個，兩位港口嘅人的名係按到蛤蟆同lap怪，所以阿德紛紛呢要將頭下嘅話重新再講一遍，也下唔是蛤蟆皮都會溜咧，一句話是咧，一句話一出，一定兩曬一致係緊張，一致觸驚，心都裏緊張，阿德嘅碰同嘅讓我安寧，唔前碰就啲咧我哋了。蛤蟆lap怪我哋兩個人所做嘅好嘅事情，我哋兩個人所做嘅事情，佢哋兩人義工經商量，再同阿德3拜託4拜託來請阿德太師原諒，同時將事情嘅一十講俾阿德聽。暗頭暗尾來困請阿德殺有一人2條性命。阿德係希望阿德去到皇帝面前時，莫講肉言係一人2殺所頭嘅。我假意詐事去碰一下，肉言就變壓在竹頭坑度裏，掠下阿德聽到呢句話，像是幻想一樣，在台上嘅惡蛤蟆lap怪一人2個人，使得蛤蟆lap怪一人2個人一直踩過喊唔甘，真係驚到尿路險泄出來，最後提示鳥一人2個人講。只要好好合作，其他就可原諒。蛤蟆lap怪2個人
一躺下到心脏按下了，像是急时饿了一身强松起来一样，继续在港口赶路。当口的一到皇帝叫皇宫，阿德就派出勇士，派头也是粗起来，该时胆唔惊行到皇帝面前。经过皇帝礼枪之后，阿德就拿出棒筒来开始碰哦，讲砰砰砰砰砰砰点下。皇上嘅肉眼本露出嘅很多竹头扛安尼话，两位港口嘅堂嘅碰筒先生做嘅指示以后，就直接去到竹头下，两只唇叶一夹。肉眼就夹出来，紧紧呈现本皇帝。皇帝将肉眼接来详细一看，冇错，就是个了。皇帝良心大喜，随时太上一喊：来人啊！抢碰筒先生入来，真见上剑，阿得心肝卜卜滚，好家菜，肉眼有心到，不然后皮都会本人搏来晒干。当皇帝非常高兴，爱赏以金银财宝，并封他来做军师。阿德心都里记得这款事情，唔敢爱。皇帝该后裔再三本人，莫客气，唔爱默嘅随采唔讲。阿德要求皇帝讲啊，启奏皇上，感谢书恩，上金奏书，军事也系照做啊，但是爱属于阿德，挨一送3尺3寸3分高嘅客嘅就好嘅，表示本爱。提高身份，以国眼看天下事。皇帝听完以后，良心大喜，非常的高兴，马上就派并送其该到前朝。最后，阿德两个赏金以后，在朝廷文武百官头前，就作个个的客。杂事跳上跳下，最后跳了一点往下了，并顺沙将顺沙树将碰筒的打到面坏呛呛。皇帝紧紧派人将其扶起来，问伊有要紧嘛？阿德讲，启奏皇上。人跌倒冇相干，要紧嘅系碰筒嘅跌坏嘅，挨嘅一切灵感就系靠一个碰筒嘅裂下跌坏咧。从此以后，冇法度再碰地天下事，军事也冇办法做嘅。该是，从此以后，阿德一败涂服，再也唔敢。错个喜作家来骗人咧。以上15分58篇话，系文章篇。接下来一个主角一腔油，一个103嘅，希望各位乡亲咧，一个爱来听那个一时一语对这个录音以后呢。再来看一个主角，也一腔8个主角，请大家看了主角以后呢，再来看文章安尼哈。好，我哋再来看喜剧片。阿德一个本文题目相同，阿德嘅碰筒嘅故事嘅喜剧片，一时一语对照录音嚟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嚟共同嘅研究。一个戏中人本文戏中人阿德
同頭家樣，同頭家蛤蟆落塊，皇帝做成要上定八的人。戲劇文章呢，頭多所講嘅先希望先看這個文章片，讓佢來改成戲劇片一個文章，安尼嚇。同時可以做表演，俾大家嚟做個指點，來澎湃。講到人10萬嘅人，就是10萬。難事嘅人怎樣嘅講有咩難事？總講人呢，幾個咧上漲嘅，有啲嘅人頭腦好又好，數又好數好腳，但是唔做正當嘅頭路，就像頭擺有個人名按到阿德。兩個人通常時間都係在街一行戳上戳下，但是也或許係定位，也可以講得唔係個實在嘅人，全種人也唔係個相信伊。有人當主頭，就戳到人木卡去了，拄好兩家人嘅頭家娘，就將當主飯煮好嘅，將菜放在餐廚嘅行。見等頭家過來食，兩位阿弟遠就本記頭看到餐廚嘅肚裏邊嘅係乜嘅菜，伊行前嚟就將手中拿嘅碰筒嘅嚟碰一下，阿弟就用嚟碰咯，就講碰，唔錯嘅蘿蔔角，邊亞菜餐廚嘅各行康，安尼，頭家人講阿弟。那就學會算命啊，因為算到安準啊。我煮嘅菜邊菜那隻嘅魚啲，魚啲，阿弟就講，我冇安排，係我嘅一個碰筒嘅厲害的事，我嘅一個碰筒嘅厲害的事，安尼話，頭家人講咁有樣。阿弟就講我還碰嘅出臭嘅人前，並在地洞行康，頭講樣行都係本碰啊，真準，頭講樣頭家都好入啦，入門啦，每日只係同人講話嘅時候，係慢人啊，乜嘅東西安準啊，頭講樣就講頭家。老公就講頭家嗬，我同講，兩個阿弟有一個碰筒嘅，我煮嘅菜在內康佢也碰嘅多，實在準。頭家講太太，老姐，唔莫本佢騙你啦，安尼話，頭家人就講有樣我。係真見嘅真見嘅啦，一碰啊真準。頭家就講好，那係真見安準。天光日當中12點來碰看那事，係咩有樣安病？阿弟就講那係碰嘅準咯，我用嘅頭家就講假設碰嘅準，就強勢做，阿弟講好，天光日當中12點我會準時到，來到五福卡，好，看天一團。天一日，阿弟依照約束嘅大輪碰筒嘅來服用，頭家娘事前就將伊炸好嘅豬油渣冰到好些，冰在餐廚嘅塗上嘅度裏，阿弟來嘢以後，就將伊鐵製嘅碰筒嘅拿來就開始在碰嘅。頭家講阿弟唔係準咯，拿來碰嘅真係準。阿弟就講我不但準時，我嘅碰筒嘅一碰，全部一開都係3隻準時。準，非常嘅準。頭家講好，
加迄安全，就开始碰啊，开始碰啊，得就这碰的哦，个碰碰碰碰碰碰，基本上咱个自由茶空啊，在土上的航空安尼吧，头讲要谈到诶，得用安慰咯，准许准，准许准，头讲就讲，出门也只会讲，太太，甲通安尼讲，有迄本得团促嘅哦，团促嘅哦，头讲人讲啊，笑迄哩，笑迄哩，头讲好，家徒减万块，得当主唱水船，得就讲，甲爱出无生意了，爱出无生意哟，头讲人就讲。根本自由茶见讲，坏事哦，无擘嘅出，常常系一碗自由茶嘅，得就讲啊，有自由茶好傍饭，家就当澎湃嘅哦，澎湃嘅啦，头家就讲来，得吃个甜饭，得就讲啊，好爱啲，也即个头家就讲啊，太太，请人来吃饭。头讲人就讲啊，等先生，我再来煮一下炒一盘青菜，得就讲啊，自由茶傍饭3口做2口扒，2下手板扒到吉枪诶。头家就讲，人做一来恰恰看来一下得，毋伫我话叫诶，得。过签妒忌黑毛，认为是案件啊！得就讲老实讲，我改叫毛是自由茶，帮饭呢，坏事哦，坏事哦！叶问自由茶本来毛呛呛，本来毛呛呛，头讲样头讲炒好青菜蹦出来的时间，得已经18位来，蹦青菜，头讲样就安尼讲。头家都讲啊，就门也叫诶，头都爱吃到自由茶，让按谈咯，按谈嘛，迄咪无表演。头家人就讲，佛山诶上多个爱记得咧，爱记得无表演，无表演诶，无表演诶，无表演，得就讲。一下诶，感觉拄上毋好，个坏事哦。我顺便同这时光分交诶，头家就讲时光分交诶，才做下过去嘅主人隔壁，得就讲我哋，认为就好多人叫噶，我认为就好多人叫噶，再看下一段。得是咧，两台湾自由茶无掺，得是咧，两湾自由茶无掺盐，嗰个汤嘅呢，都是就一寸一寸紧滚，紧行紧客附带走到主南下嘅时光下去。由于得做嘅客嘅行去路来太马古场，将主南下嘅竹马吓到跳落竹树高嘅度里。得咧就效果，也系佢照顾动嘅人，也唔将上面嘅事情同头家讲，安尼，而且浓浓嘅鬼父家去嘅，都会一头落山团务嘅时节，头家样爱来为主嘛，来到主南下，主嘛唔见迄个，家喊老公讲。一个喊爷老公讲，头家，俺那个祖妈唔见迄个，头家就讲祖妈在主南下，让我唔见迄喏，头家人就讲主南下空空，唔是唔去看，冇，头家来到主南下，一看有样哦，到底祖妈乃去嘅喏，乃去嘅。
頭家人就講，你下要係啱嘅，按耐潛咯。頭家就講，就係啊，真係大家站滿撮劫，我劫死人咯。頭家人就講，當初阿弟嘅碰同嘅安寧，係唔係像阿弟拿碰同嘅嚟碰一下，看底嘛？頭家就講啊，安尼有咩錯？都練錯話好啊，好，再看第四段澎湃。一個頭家問順路去個白莊，請阿弟來吃看哪裡？阿弟啲咧頭家吩咐人來請佢去碰祖媽嘅下落，伊也詐是講，阿弟就用嚟講，我平常都係出家嘅人，我哪有辦法？順路就講啊，拜託家呐，我嘅頭家兩公婆簽到祖媽嘅下落，見安部也唔是所嘢。阿弟就講啊，全莊人都鄙視我，出家嘅人，我哪有辦法？順路講，莫安尼啦，本來拜託家嚟啦。本來拜託家咧，阿弟故意一下嘅，好啦，對我作客嘅，拿我嘅碰同嘅，順路講，我天數拿冇，阿弟講啊，伊講啊，唔是，碰同嘅朋友命唔得嘅，我切緊啦，好，看第五段，澎湃。阿弟來到頭家嘅屋卡時，故意將碰同嘅詐事屋前屋背緊碰。後來杜端正就來到主人下連碰三場，阿弟就開始碰了，碰，我祖媽跌落在主事高嘅行，安尼話，頭家那個就問命令順路，幹夾。將主事高位嘅蓋打開來一看，順路講啊，將主事高位打開來一看，果然冇唔錯。老祖媽才嘅親媽半條命，春到兩雷木主見變拍，頭家講啊，見，夾，將祖媽講起來，順路就講哦。我滿身八啦，都係全主事，八打全主事。頭家講啊，大家幫忙講起來，用槍水沖洗槍啊！好，阿弟真係白，好彩幫忙，神夢阿弟講啊，小可事情。也算唔得抹嘅啦，看第六段，澎湃。經過一次阿弟碰同嘅神奇演出以後，名聲安尼就一傳十傳百，名聲一下話就傳遍咧幾下位狀頭。有一日將呢個消息傳到皇帝耳公肚裏來，拄好皇帝講口父一個名按到蛤蟆，另外一個按到lap怪，兩個人十分是同蛤蟆講，蛤蟆就講啊，阿弟你係隻唔生好，有乜嘅圖事啊？有乜嘅圖啊？lap怪就講啊，係啊，冇生行嘅乜嘅舊事有呐？蛤蟆就對面講啊。我嘅講，伊嘅碰同嘅係安準，我打死都唔相信。lap怪就講，我有咩唔相信？lap怪就講，好，冇圖我哋來吃看哪裡？看阿弟嘅碰同嘅係咪有樣安病？lap怪就講，好啊，按樣嘅來吃咯。蛤蟆就講啊，我哋兩人將皇帝嘅肉印偷來變到竹頭坑肚裏去。
立怪就讲，你个鸡苗当好，将皇帝嘅玉印来变到竹头扛度里当好，安尼话。一个蛤蟆就讲啊，皇帝上朝嘅时节发现玉印唔见去了，一天会调查，会当急当紧张。立怪就讲啊，我哋两人莫讲，绝对无人知，玉印无人寻咩到，无人寻咩到。蛤蟆就讲啊，我哋将来先嘅苗，讲苗上有一个碰铜先生，碰铜嘅拿来一碰，就能抵天，能抵下落，请阿德来表演一下。而个碰铜嘅功夫喺传内啲，传内只嘅，立怪就讲，哈哈哈哈，其实这就有后戏看呢，就有后戏看呢。阿德嘅皮无强悍，无大40，就爱强悍，无大40米太板，就唔会来说事啦。蛤蟆就讲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马上来进行一个图，第七团。澎湃。阿德2年前，在吹到蛤蟆同立怪，一等2人怀恨在心，趁一个机会剥罗素元素，是元素嘅，有样天然，皇帝上朝发现玉印唔见嚟啦，出门做成忧伤。皇帝讲啊，寡人问唔等。有乜人看到玉印哪里去嘛？哪里去嘅？早晨就讲定保万岁，下官唔知。有相呢？又讲定保万岁，下官也唔知。皇帝就讲啊，中卿唔知，咁乜人能知咯？乜人能知？蛤蟆就讲啊，定保万岁！唐公列下农村有一个总头，有一位名安多阿德碰铜先生，伊个碰铜嘅拿来一碰，就能治天下事。立怪就有听人讲，定保万岁！蛤蟆讲嘅几只阿德，唐公人家嘅东西唔见hết。请伊去碰碰铜嘅一碰，嗰家就簽到。皇帝講啊，寡人有所談講，蛤蟆立怪，人就講啊，亦都個仔。皇帝命令5人2個人，講叫去請鼎鼎有名嘅碰銅先生來。蛤蟆立怪講遵旨。皇帝講啊。快去，急轉來，看第8團。澎湃這兩個講客嘅非常高興，2個甚至就來到碰銅先生屋下，後獻跪向獻出孫子本阿德。阿德隨時2腳落地一跪，雙手接來一看，慘！前年木祖皮警察警條，原來就是農家神真，大禍臨頭嘅。阿德免夾上，腳踏緊準，唔得安樣嘅，唔去又做唔得，所以面對殺頭也而去。阿德也將手，上嚟扣以後，阿德心度裡面對以前所講。乜嘅微卜先知，佢都係先頭看以後所知嘅，掠下讓得上事。立怪蛤蟆立怪2人也留到幾苗完山，一路清涼飲口，飲到阿德愛唔得。經過嘅一站路程以後，拄好路邊有一口梧桐。阿德假使同情佢哋2人嘅辛苦，講2位客戶唔等辛苦嘅，請唔等暫時休息一下。蛤蟆就講啊，阿德
神望一个同情体恤，讲口语人嘅辛苦。立怪讲头前有树下有梧桐，又有石头河草，将口语都停下来，了量一下。得讲坐在石头当高，石头上看到梧桐时，都好有一只蛤蟆同一只立怪，吹个飘飘胖胖，笑来又笑去。得看到两个情形，真系触景伤情。就此言此语吐叹讲。俩下嘅困境啊，还见一见困境啊，那些蛤蟆唔是立怪皮也会溜诶，蛤蟆就同立怪谈到一句话，心中一睇嘅触紧起来，同立怪义工便非常嘅讲啊，立怪。得用眼厉害呀！立怪从我，迄里见家用个啥，见家用个啥，蛤蟆就讲啊，你下俺人果不异常，请得同俺人帮忙解围，向得表面上讲清楚，说明白，安尼话，立怪就讲好。个蛤蟆就讲得彭同先生，头都讲嘅乜嘅，立怪同埋得先生，彭同先生用安利，唔前碰就抵得我哋两人所提嘅事情咯。得讲得就桂林真样嘅，原来皇帝嘅玉印系唔能两啥提嘅，蛤蟆就讲得太师抢颜亮。得太师抢颜亮，一个立怪也相同，啱头啱面抢得太师，抢叫我哋两条性命，拜托，得就讲讲给手给，就讲唔定讲好诶，你看我呢，爱样板，叫唔定咯，你叫唔定的命咯，蛤蟆就讲到皇帝面前时。莫讲玉印系俺哋两人所提嘅，得就讲也明明都系恁两个人所提嘅啊！立怪就讲莫安尼啦，请介意诈事去碰一下，玉印就会变牙锤竹头扛到你。得讲就心到你就讲像那个谈到一句话，像是翻山嘅一样，就睇上嚟學二定兩個人，好個。安尼做樣做得啦，也係欺君之罪，我唔敢。蛤蟆立怪，蛤蟆談嘅都一句嘅，搶救我哋兩條性命，下次我哋唔敢嘅，下次我哋唔敢嘅。立怪就讲要亏一下，要咩唔敢嘅，安尼话，得就讲心中有打算咯，好，可以啦，你两啥可以啦，只要好好嘅同佢合作，其他事情就盼呢人民同原谅，你两啥，係咪講一天談嘅交代？立怪也講一天談嘅交代，好，得。就讲好，祈求开始来去放供，祈求踢球团棒棒，当口位到放供，得就摆出样式，派头也出起来，佢是但唔惊嘅行到皇帝嘅面前，经过嘅皇帝礼枪以后，得就拿着棒筒嘅开始来棒。得就讲砰砰砰，皇上嘅玉印本攞出嘅咸到竹头扛到嚟扛，蛤蟆就讲禀报皇上，挨到去啦，皇上就讲好去啦，蛤蟆就讲出接去两脚说，
个蛤蟆603就梁树春叶一夹，呈现玉印本皇帝禀报皇上，玉印在了。皇上讲拿来看，冇唔错，就是一粒。阿等呢，心肝卜滚，讲好家，心底里就想好家菜。玉印有钱多，不然后皮都会本人搏来洗过呢。阿得这样想。皇上讲来人啊，请庞统先生来觐见，上京并封为军师。阿得就讲禀报皇上，玉印能够寻到就好诶。其他嘅唔是按功夫啊，皇上讲爱默嘅，随清讲，莫客气。阿得就讲禀报皇上，那系封我做军师，我一定有一个要求，皇上讲莫客气，请讲。阿得就讲啊，请皇上恕我一送3尺3寸3分高嘅客嘅超好嘅，本来超好嘅，表示本来提高身份当个眼看天下事。皇帝讲啊，朕恕准，并送金银财宝。阿得就讲两字，第10澎湃，最后阿得两个上京并将封为军师以后，也在朝廷文武百官头前作嘅个嘅客嘅扎实一点，并顺杀术将庞统嘅打到面坏相向。皇帝紧紧派人呼议起来，皇帝就讲哦，军师安尼跌下去，往到又有几毛，阿得讲去奏皇上，人跌到无相干。有见嘅系我嘅庞统嘅跌坏，我也一切灵感就是可热嘅庞统嘅俩下跌坏嘅，从此以后无法度再碰地天下事，军师也冇办法做嘅，改是啊！最后澎湃，从此以后阿得一败就夺福，而再也唔敢抄袭作家来骗人啊！以上嘅故事嘅喜劇片就到呢只嘅下啦，哈！一個非常感謝大家，主角同文章片嘅相同啊！咁嘅土地都嚟呢，向大家來詳細看一下，神奇啊！哈！最後呢，有一個氣候片作練塔柳一條詩啊，也有8種詩，就是現時代一個氣炸集團，不是實用嘅氣，乜嘅no氣，欺負嘅氣就是強嘅都弱嘅，大嘅就細嘅，小呢就是心中愛嘅東西，再唔講出來暗中行事啊！騙咯，就對方所講嘅話，同心中所講想嘅完全都冇相同。傳提示嘅傳，就是以真嘅拿來本人看，最後付出假嘅本人就本人傳這為傳。練呢，就心中唔係個愛，但是對方講個愛，同一句話同騙差唔多。練本人練到嘅，練塔呢，內部方面講殘，就是一個人講，其他嘅旁邊嘅人講有樣。就是親像仙機一樣嘅條啊卡，安尼啦，塔本人塔這個，而本人講安尼，身邊嘅人全部講嘿哦，樣啊安尼，柳是一個就是殺雞伊那個千套，安尼看呢啲柳伊私人中間一個意思啦，渣呢就。話講來講去，一時講真嘅，一時講假嘅，講來講去多了面，全部都係假嘅，安尼哈。以上嘅8則詩呢，氣候片作練塔炸了，一個
八则诗，从专精嘅八则诗嘅人啊，小熊小熊啊。以上是蒙大家，感谢你啊！时间有50分钟06秒，以上感谢大家，再见。神夢按知識要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